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shup 數學，我係 Kingston。今日咧，我就同大家講下 ratio 啦。咁 ratio 咧，其實係一啲好簡單嘅嘢嚟嘅啫。不過咧，有時候咧會令有人即係有啲不知所措啦，因為太簡單，所以有啲人咧就忽視咗呢樣嘢。咁首先講下最簡單 ratio 嘅定義係咩啦？咁有時候咧，我哋就係要作出一啲比較，就會用一個 ratio， 例如2:3咁樣。咁你可以比較啲咩？例如我有兩條線，一條線係2cm， 另一條線係3cm。咁你就可以話佢哋之間嘅 ratio 就係2:3啦。但係同時咧，你又可以話有條線係40cm， 另一條線係60cm。咁其實佢哋係40:60啊嘛，個 ratio。但係實質上你可以約揀佢變翻做2:3都得嘅。咁約揀呢個程序咧，同呢個分母約揀差唔多啦，就係揾大家嘅公因數啦，跟住就去除咗佢。咁例如40:60，大家公因數係20啦，咁咪兩個數一齊除咗20，就會變咗2:3啦。咁我都講過啦，其實 ratio 咧同分數咧係有啲相似嘅，就喺你哋中分母。實質上咧2:3喺呢個分數寫嗰陣咧都可以寫做2/3。咁調翻轉3:2咧都可以寫到3/2嘅。咁通常咧計 ratio 嘅人最常犯嘅錯係咩咧？就係當 ratio 用咗喺一啲式上面嘅嘢，例如出現咗一條數係3a等於 2b。咁3a等於 2b 喺呢個情況下 ，a 比 b 係等於幾多咧？有啲人咧就好妄下判斷，覺得咁咪即係3:2咯。好啦，咁其實係大錯特錯嘅。點解咧？我講過啦 ，a 比 b 你可以寫成 a/b。所以當你要揾比例嘅時候咧，一定要將你上面呢抽嘢咧變咗一個分數先。咁一個好簡單數學啦 ，b 搬過嚟，3搬過去。a/b 就會等於2/3。咁即係話 a 比 b 其實係2:3。所以咧，大家做 ratio 嗰陣咧就要小心啲啦。咁 ratio 咧又可以係通分母嘅喎。咁通分母係一個 term 寫，實質上咧通分母嘅意思就係，例如 x 比 y 係1:3咁計啦，咁 y 比 z 又係7:9喎。咁我想知道 x 比 z 等於幾多咧？咁我就諗啦，點比較啫？佢哋都個分量都唔同，咁就可以做一樣嘢嘅，就係喺張紙度寫 x 比 y。跟住留一個空位俾 z， 等於1:3。y 比 z 等於對翻位喎 ，y 就對翻 y 嗰格7:9。我條橫線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嘅程序就好得意嘅，就係 x 比 y 比 z 啦，就會等於咩咧？呢個咧，我就俗稱佢嘅平行四邊形乘法，係點乘嘅咧？7×1，7×3，9×3。咁喺大家都喺同一個 portion 嘅時候咧，咁你就可以揾到 x 比 z 係7:27啦。